班班有冷气这样的一个工程呢，包含3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当然就是电力系统的改善。那第二个部分呢，就冷气的装置。那第3个部分呢，就是能源管理系统，简称 EMS， 来控管整个学校它的一个电力的使用。我们的整个电力系统的这个改善，在新设的部分，在去年底我们整个都已经完工。那冷气的装置呢，也在去年底呢整个装置完成。接下来我们包括这个 EMS 的装置呢，那么也在2月份呢这整个装置完成。所以包含冷气，还有呢 EMS， 它需要去做测试。那我们第1阶段的测试呢，也已经都完成。早期的粉笔，你看我们老师都一边擦黑板，一边要做这个动作，就是又会有灰尘。我们将来吹冷气的时候，在一个密闭空间，它会浇出我们的粉笔灰的，来伤害我们孩子的肺部的健康，还有老师的健康。那这种水溶性的水擦粉笔呢，它很特别的是，它要用抹布沾水去擦拭黑板，它擦完黑板还是湿的。但是粉笔可以马上继续写，而且它的显色度跟书写的流利性都非常的好，所以在将来冷气开放使用的时候，在密闭空间里面，老师在擦黑板的过程中都不会产生任何的粉尘。他写完之后呢，可以直接用沾水的那个板擦把它擦掉，然后再立刻写上去，而且我们在擦的时候完全是没有粉尘。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班有冷气，院长的一个给全国所有的中小学生一个好的礼物，这点我们很开心啊。但是冷气不是说去买一台冷气在教室里装就好了，就如同我们要自来水，不是买一个自来水水龙头，墙壁一插就有自来水，中间有多少管线工程，中间有多少的配电工程，这中间尤其学校是一个大的团体哦，那我们家户去买冷气都要去重新把那110变成220了哈，那更何况是整个学校的一个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所以不管是电力管理系统或是配电，整个都要重新弄，绝对不是只是买冷气而已。现在的情形已经布建的差不多了哈，已经设置的差不多了。那现在正在处在测试的阶段，冷气测试能源管理系统 EMS 也在测试中哦。那目前初步测试的状况是还好。那还有一个配合班班有冷气的部分哈，我们是有水擦粉笔。什么叫水擦粉笔？以前的报纸以前的黑板擦一下都会有粉尘，好，那在密闭空间里面，冷气一开，那粉尘都跑不掉，对孩子的这个肺部不是很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水擦粉笔，就是不会产生粉笔屑的这个黑板。那这样是配合班班有冷气，在冷气房里面用安全干净的这个粉笔跟黑板来保障老师跟同学的健康。了是估计欢收看5月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东区一位黄姓心脏时代，因为后天疾病造成行动不方便，拢需要靠亲人甲辅助的器具。消局表示，类似这款的个案，在疫情当中拢列为优先关怀对象，所以提醒民众若有相关的需求，会当通知里长，或是卡1999的市民专线来寻求协助。最近本土病例一直增加，为了加强疫情期间弱势族群的防疫保护，市长黄伟哲特别前往东区探望黄姓心脏时代，亲自送上催安甲食品等物资，提醒长辈在这个非常的时期，一定要注意身体状况，并了解因相关的需求，正面为先。后阵也有啥物款需要，则甲注意吼，欢迎里长欢迎吼。伊会因来甲迄个区长讲，阮来斗讲伊，好不好？一定爱过这段时间非常时期非常时期爱顾好拜托一下有啥项目再联络一下来，谢谢谢谢感谢有啥物代志保持随时联络啊。对，谢谢谢谢。你也唔通身体顾好这段时间。
身体吼，定出入病院啊，千万袂使着着吼。好 ，OK， 感谢市大家好，感谢市长你百忙之中，拍谁？感谢市长哦，感谢市长，谢谢。大家好，我着吼，好，谢谢。感谢。会中市长嘛再次鼓励也未注满疫苗民众，会当透过台南注疫苗系统来预约5月1号到8号的场次，而且若有紧急事件需要协助，买当卡1999市民专线。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咸阳夜市属于淡市列管的营业到达已经30档，已经是当地居民生活一部分。目前伫上帝庙出借停车场甲夜市协调委员会努力，顺利完成主题会干部改选，5月开始恢复营业，希望找回过去留得的盛况。咸阳夜市因为日前发生主题会成员甲摊商的冲突，加上无申请许可，4月中公告禁止设档。后续经过市府辅导主题会改选整顿管理，经过申请同意，劳动节即天开始恢复营业。市场委托嘛特别郑重关心，表示一个夜市经营30多档并无简单，已经是当地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所以重视营业以后，除了希望找回过去的盛况，也呼吁民众一定要挂好嘴安，做好防疫，来健康食夜市。因为2个礼拜前发生的那个事情，造成民众还有摊商的很多的不便。那经过下营公所、还有议员、还有大家下营上帝庙大家的协调来帮忙，因为摊商坦白讲要营生并不容易哈。然后，但是如果碰到了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过去的一个状况，所以会造成摊商也生活有出现问题。那民众下营的民众，也生活感到不便，所以我们尽快把这个协调工作做好。今天5月1日，重新恢复下营夜市，夜市啊，第5月初一，正式恢复来开市，真欢喜，今仔日足侪摊贩，咱的摊商朋友人拢来排单，其实今仔日的天气嘛，算袂讲介歹啦吼。虽然下晡落雨，看真侪民众来遮消费，希望讲会当个找回过去大家对夜市的一个情况。那夜市算是重新再开始，希望说下营市民下营区的好朋友，营区的好朋友，大家过来咱的夜市啊。为振兴摊商经济，市场处甲观光旅局5月嘛联合办理夜市间大放送的摸彩活动，叫亲朋好友来台南旅游大房，拢有机会抽入夜市5000块的招待，来到指定的夜市免费消费。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为了推广台南多元的旅游题材，市府举办为期4个月牵手创作节，邀请部落客来踊跃投稿。3号下晡举办颁奖典礼，希望借此引更加侪游客来台南旅游。为期4个月台南牵手创作节圆满结束，台南市政府举办活动，希望会当吸引到部落客来到台南旅游，并对每一个无同的角度来看到台南之美。一摆拢总有415篇文章，817个景点甲店家，拢总带来有1800万的浏览率。3号下晡市长会特别来感谢部落客分享，同时亲自颁奖。其实各位透过各位的笔触，透过各位的这个手机，透过各位的这个观察，就看到了许许多多包括一般人，包括我们都没有看到的地方。其实这817个景点，817个点，还有含店家，还有含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但是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包括我。所以各位已经变得比台南人更行来，比我们在地人更在地的地方。当然，各位中间有许多也是我们台南的好朋友，但也有一些是来自外地的好朋友。所以呢，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唯一的遗憾是什么？是奖金名额不够多
哦，我们现在只有金银铜，还有我们优选也都有，还有10位优选哦，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活动再延续的话，我们会再增加更多的名额，好，那希望有更多发出去更多的奖金。现在碰到疫情，好，大家说啊，疫情来，你现在跟人家牵手创作记什么记？好，但是坦白讲，疫情总会过去，但是美好会留下来。什么美好？台南各位底下的美好会留下来。台南市积极推动旅游观光，透过用比赛方式来让经济部落客会当看到台南，透过大家伫网络的分享来提悬台南的知名度。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议会定机会3号进行公务部门的质询，历史的官员有公务局甲研考会，嘛因为过去拢是公务甲水利做伙，今年伫重新调整以后，议员认为公务部分真需要研考来介入网络资讯。台南市为了节省能源，目前正汰换传统的路灯，将全面改为 LED 灯。不过，议员蔡小伟却以民众的顶情。认为 LED 灯太过聚光，照明的范围较小，光的所在变真光，但暗的所在嘛真暗，因此建议公务局是不是要调整光照或者是路灯的间距距离？这照片就显得只有那个部分会很亮，但是原本可以照射在往前一点的这个街道上民众就跟我反映说，其他的所在是暗的。我们有没有其他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反应？而且这只是这一条街，还有别条街有类似的状况。如果说这个是它旁边还有大条马路，那如果说有一些是在巷弄，甚至是偏乡，因此而变成比较阴暗、更危险，变成治安的死角怎么办？是不是装设了以后还要再去实际的去看它的状况？因为死角的时候是因为它的那个间距比较长或许有时候可以考虑一些增加，但是一般大部分都不会。因为你小在住家你拿那像你光，你搁加增一个，有时候又变成说夜间会影响睡眠的品质。另外，随着新冠疫情本土病例哪来哪增加，真侪民众伫咧求助无门的状况，议员黄立昭嘛建议研考会应该增设市民的专线或者是平台。对此，研考会回应。目前有增设20线，提供民众一站式的服务。现在的一个民众都非常惶恐，一连串好像是无症状的就那么多，那一连串确诊的到好像就觉得身边的都是，但是你身边的都是的话我想说，这民众对这方面的一个知识都是欠缺的。而且政府的态度好像没有明确的把它说清楚我们研考会在这个平台上是不是可以在这一方面能够加强一下注明，让我们的民众会能够去熟悉了解，让他们能够有看要怎样的一个因应态度来面对。我们其实研考会在我们的 COVID-19 专区里面，我们有一个生活关怀服务专区，里面有相关的资讯，那民众可以去查询。那另外呢，我们也在永华这边 V1 呢，我们成立了一个生活关怀服务专区，那里面一支电话是3901-551。那这支电话呢，总共我们有20线了20线，那民众知不知道有这一支电话？我们在那个记者会就是下午的记者会。好，你说记者会，我是想说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在这边，对，你是不是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多方面的一个去宣传，让我们的民众知道，万一找不到卫生局、找不到卫生所的一个窗口。那可以打到我们这一支专线里面，然后可以让他们能够求一个安心。那卫生局其实也有288-180的专线可以打进去了，我们这边3901-551呢，我们是一站式的服务啦，也就是说，我是要求同仁呢不能再转接了，我们在那边呢就尽可能的来直接解答那个民众的一些疑惑。对。另外，伫市府各局处推出了各种 App， 包括交通、旅游等。因为一寡部分中服性相关，对此嘛有议员要求研考会应该重新整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国民党单市中西区甲北区议员初选民调将伫5月9号到11号举行，其中近早期在的参选人蔡中和伫劳动节迄天，嘛呼吁政府重视劳工的防疫照顾，以减少生计的冲击。本土病例破万，愈来愈侪家长临时接到囡仔学校，也则是安亲班有风险停课，只会当请无声的防疫照顾假，如此也互真侪家长烦恼疫情愈来愈严重，影响生计。蔡总豪接到的家长陈情，呼吁政府规划有薪防疫照顾假，也则是协助产业升级，减少冲击，照顾到劳工的朋友。最近我们收到许多家长向我们反映，接到了学校的预防性停课通知，家长们就需要请假在家照顾小孩，但因为没有居隔书，所以无法领取补偿金。那未来疫情变严重，如果需要时常请假，恐怕会对家庭的生计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来规划有薪假，或者是加强在 WFH 在家工作的方式，来降低对社会大众的冲击。26岁青年蔡总豪每天早15点钟过基站，听取民意。不管伫咧公园、菜市啊、夜市、路口、庙宇、区里，拢会当看到伊的身影。伫走访的过程中，民众拢会对着各种市政提出建言，其中也有不少民众直言要表态支持，认为少年人有实力、有新的思维，会当再来改变甲进步。少年人出来是好，我支持少年人打起来，可以发挥一个靠前途。安尼，我是赞成少年的。蔡总好有啊，对啊，我跟蛮支持年轻人的。钟豪他是一个很认真、很负责的人，对，那不管什么大小小的事情啊，如果有去寻求他的帮助，他都会就是尽全力去帮助。那我曾经也受过他很多帮助，对，那因为这次他要出来选，我就觉得身为朋友的他，我觉得就是要尽全力支持他。蔡总豪走访基站时，身边总是有青年志工团热听。将近30位青年志工，虽然平常拢有工课，但是拢利用早时、下班或者是假日的时阵来帮忙。看到有这群青年军的热情，嘛当看出蔡总豪的好人缘。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30号伫安平举办20周年庆，并改选理监事。第11届理事长杨正达对演武理事长陈坤和手中交接奖励。会中历届迄选全国好人好事8得奖的得奖者，嘛分别由黄介仁演武理事长颁奖欢迎，加上全国人寿微型保险的关键，场面相当温馨。先新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迎接温馨的5月，台南市议会甲市政府特别举办母亲节系列活动，对4月2号开始连续3天，拄啊伫议会广场表演，麦当透过线顶直播来欣赏，教师妈妈提前度过母亲节。来到台南市会头前的广场，除了会当看到精彩的水舞表演以外，伫咧4月29号到5月1号，逐天的阴暗7点半开始，会当来到现场参加由台南市会跟台南市政府合办的感恩慈悲情活动。是的，温馨5月群和台南市政共同主办呢。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学校有一点降温，但是来的人还是热烈的反应人潮不断真的非常的感动。那台南市议会所有的议员在此欢迎所有的乡亲父老，这几天的活动能够到台南市议会户外走走，包括灯光、雷射音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要记得保护自己，口罩戴好，尊重中央疫情中心的指示将这保持的适当的距离。那再祝福所有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活动的期间，议长郭信良阁有真侪议员嘛，甲各局处的局长做伙来到现场，特别由议员甲中管因共同来发送康乃馨来互现场的民众。伫这个搁要来到的感恩的月份，市会甲市府做伙向大家送温馨，跟大家分享。那我要特别谢谢议会
这边跟树湖这边能够携手一起来庆祝我们伟大的这个母亲节。那全世界拢安尼啦有妈妈的囡仔就是上幸福的那这个我们在年度的这个节庆我们都要用感恩的心。那所有的节目伫条仔顶拢写甲足清楚连续拜5、拜6礼拜拢连续的这个节目今仔日特别感谢咱姚校长率领的这个乐团要来做这个表演。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表示非常感谢。这摆活动要互观众来这所在特别有大距离。在疫情不断升温的状况之下，台南共同努力来降低染疫的危险。那担心人数伤过多，嘛欢迎市民朋友会当善用网络直播，做伙欣赏精彩表演，邀请妈妈共同来过一个温馨的母亲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六里社区举办重庆361档前电成功登录，今年已经迈入第12档。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有规模缩小，不过也是有南台、昆山的学生组队来参加，分别攀演电成功将军甲士兵，感觉相当的趣味。30岁上午对咧镜头来到六里社区参加重庆361档前电成功登录的活动。虽然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来缩小规模，但是嘛是有台南、昆山的学生组队来参加，并由因分别来扮演电成功将军，佮有随队的士兵，实在非常趣味。今仔日六里社区办理电成功登录这个活动是第12档，因为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呢，咱的规模虽然有较小，但是呢，咱的仪典礼节拢总照鼓励来去办理。今仔日来参与这个活动，有咱昆山科技大学的外籍生有40个人来参与，另外有咱南台科技大学，佮有广东科技大学，佮有这个一寡民众报名参与。介重要，这届活动是到咱海军陆战队分家人联盟这兄弟来斗相共来维持交通救生等等的活动。咱使得这届活动会当安尼充满信心来完成。嘛感谢各位对六里社区的关心加支持。活动现场会当看到民意代表，佮有黑水沟团体的电王福台制作人刘佩玲嘛来到现场，做伙实际感受由学生共同演出的电成功登台湾的情景。所以我当初要拍《黑水沟传奇之阵亡赴台》的时候，特别来跟我们蔡登进理事长、鹿耳社区发展协会谈合作。那很感谢蔡理事长呢，动员了海军陆战队的弟兄呢，来情义相挺呢，客串我们的郑成功登陆抢滩的一些画面。那非常的感谢他，所以我们今天呢，《黑水沟传奇》的剧组呢，也特别呢到现场呢，等于说帮我们理事长跟我们这些客串演出的学生们师长们做一个加油打气。那郑成功登陆的这个361年，跟我们台南市政府的开台400年的这个建成的活动，其实是很有相关。那表彰的是我们台湾历史的溯源。那我们黑水沟传奇的宗旨就是希望透过影视呢，能够传达，让新世代能够去认识台湾不可磨灭的这个郑成功开启汉人文化的这个历史溯源。为着要传承台湾历史上对外第一场胜利的战争，感谢民意代表佮大家对活动的支持。透过实际再创历史现场的方式，会当让更侪囡仔对台湾的历史有更深刻的印象。另外，针对地成功恢复台湾的主题戏剧，嘛邀请民众会当伫未来开播的时阵来大力支持。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5月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